再来看消基会伫今仔早起公布，伫新北市卖场抽样苹果、青花椰菜、佮葡萄等18件菜色水果的农药的残留，有一项美国进口的苹果哦，验出讲有农药陶斯松。 真侪人伫卖场买菜色水果，消基会伫今年5月底，特别针对迄当时进口量较侪青花椰菜、葡萄、苹果3种蔬果18件样本，抽检农药的残留，发现内底有一件苹果的样本无合格。反正就是有一件是不合格啦，检出不得使用的。陶瓷松的话，这一种的话，这个农药的话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国内是不得使用的。 消基会表示，伫脆肉苹果经验出袂当使用的毒素上，这种农药是太糖剂，若吸入身躯，可能影响神经系统，若较严重会失去意识，甚至死亡。建议民众若买回来，蔬果一定要洗清气。先浸泡哦，就是说，把这些蔬果放在清水里面浸泡3分钟哦。最主要的目的啊，表面的这个农药溶解。那第二个步骤呢是冲洗。 最后再做切除哈。消基会表示，除了一件苹果的样本无合格，其他检合格的苹果、葡萄有关有农药的残留，只有青花椰菜无检出农药，显示外国蔬果拢有边境检，但是难免会漏交。针对消基会农药的报告，卫福部食药署是表示，会阁请地方卫生局再次检。记者丁亚布里台北采访报道。